阮伫爸母养饲下面，阮得到因完全的疼，引传阮伫信仰的道路，正做一个真好的导师来看教，来引传。阮献上感谢。伫今早起也是一年一度的即个母亲节，阮也要祝福阮在座所有妈妈。也愿主来施恩祝福因，互因灵魂体拢有主你所想事的勇行甲健康，也带领因伫每一日领受上帝你所想事饱饱的稳定甲祝福。阮要将阮下面时间搁一摆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圣神自由运行伫阮的中间，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门。老师无师娘以及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平安，请甲咱边仔的兄弟来彼此请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也甲咱边仔的妈妈来祝福，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伫咱的厝内，伫咱每一个家庭内面，至少拢会有一位不平凡的女性。这个人就是咱的母亲甚至亲像我老母已经过身，总是伫咱的家庭内面，拢有一个不平凡的女性。有当时也是母亲，有当时也是咱的婚姻人，甚至有的家庭内面，这个不平凡的这个女性是咱的阿嬷，是咱的姐姐。这个重要的角色，甲伊逐日所付出的这个辛苦。有时阵，咱却常常会去忽略伊，因为已经习惯咱的妈妈、咱的妇人人，也是讲咱的阿嬷即款逐工安尼的付出，因为习惯线直到咱会感觉到伊所做的拢是理所当然。牧师认为即款的付出毋是理所当然，嘛毋是因为这个代志拢是伊应该爱做的。乃是出自伊对即个家庭的疼，伊对厝内每一个人的关心，所以伊愿意，伊欢喜甘愿付出。伫咱厝内即个不平凡的女性，值得咱该鼓励，值得咱来该听惜，嘛值得咱常常该说多谢。今仔日是咱一年一摆的母亲节，咱用即个主日。来感谢，来孝念咱的母亲，嘛感谢咱厝内迄个真有气力、定定帮咱咱这做丈夫的即个妇人人，感谢因伫过去的日子伫家庭内面所付出的辛苦甲着活。愿上帝纪念咱每一位伟大的女性，赏赐因满满的恩典，祝福因万事为亨通，勇行。亲像因的灵魂亨通一样。今早起我要通过即个出埃及记即个第2章的经文，咱要来看，伫当时掠男性做主体的即个希伯来人的即个社会，竟然嘛有遮尔不平凡，竟然有遮尔有勇气甲充满智慧的女性，愿意通过因的手。来成就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美好的意思。但先咱来看头一位不平凡的女性，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3节。我搁一遍来读这个经文，遐这若是会当咱嘛做伙来读吼。第1节到第3节，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看见伊是清秀的囡仔，就劝伊3月2久。后来看袂阁劝得，就为着伊娶罗德的伤，用石油甲嚟清过伊，将囡仔下伫迄内面，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好，即个甲利未族的男性结婚了后有身，佫会当顺利生产的即个利未族的即个查某囡仔，
其实就是摩西的老母。摩西的老母号做啥物名？咱若较输讲，咱看即个出埃及记第6章的20节的时阵，咱会看见讲，即个20节安尼写，伊讲暗南带伊的姑，啥物人？约基别做某，伊家生啥物人？阿伦家。所以摩西的妈妈叫啥物名啊？约基别。咱对遮通知，摩西的老母就是叫做约基别。咱若看即个出埃及记第1章的10节。咱嘛知影，伫当时的环境是安怎？当时的环境就是一个新的埃及王，伊起来做王了后，伊就有颁发一个命令。即个命令就是在希伯来的即个叫家母，用咱现代所讲的话，就是三伯啦，吼，助产士，吼。你若假使讲你看去希伯来的妇人人生囝的时阵，若生着查某囡仔，你就甲伊留落来。若假使讲你看到伊所生的即个婴仔是查甫的，就安那，都好死啦，就免讲啊。毋过咧，即个靠查母，即个三伯咧，圣经记载，因为伊敬畏上帝，所以伊就无遵照即个埃及法老王的命令去行。伫咱拄则所读的即个第1节到第3节即个经文的中间，互咱看见，真正是为母则强。我会记。阮还袂有满级的时阵，我逐工拢足快乐，我会当装水水拢袂要紧。毋过我感觉，自从有咧即个满级了后吼，家纸来的时阵嘛是安那甲拍吼，袂去想讲家己的囝吼，落死吼，去用死卡搁讲吼，莫互囡仔受惊。所以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为母则强。咱伫遮有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咱就通看见。摩西的老母约基别，伊明明知影哦，即个埃及的法老王伊要处伊的即个后生的性命，伊明明知影，伊家己所生的即个囡仔袂当留落来，注定是要死的。总是伊为着疼即个囝，伊为着要保全即个囡仔的性命，伊真勇敢。圣经讲，伊偷偷安那，甲伊藏起来，藏偌久？3月2久呢？讲厝边的人袂听到囡仔的吼声嘛？佫伊真勇敢，为着囡仔的性命要保全伊，所以偷偷请养伊3个月。伊毋甘即个囡仔一出世就安那，就失去性命。所以即个约基别伊真用心啊！伊想尽一切办法，就要替伊的囝，替伊的即个摩西来找一条生的一条活路。约基别伊毋但真勇敢，伊阁真有智慧，因为伊知影若是将即个囡仔直接甲等喺即个尼罗河的河水内面，即个囡仔的结果，若毋是去互水淹死，就是去互河里内面的哭去安那，甲吞食落饱。伊下场拢是共款，若死路一条。所以伊为着即个囡仔的一线的生机啊，伊就用即个路竹啊做一个箱啊，用石油、用沥青来甲伊糊起来，将即个囡仔啦下伫迄个内面，了后落伫河边的芦苇的中间。安尼做吼，即个箱啊会当浮伫即个水面，吼，袂马上安尼沉落去。第二个就是将即个摩西所落落迄个所在，伊是放伫地啊，伊是放伫河边的芦苇的中间，伊毋是放伫迄个河的正中啊，毋是搁一个船搁到遐去，互伊放水流安尼，毋是。所以，即个老母疼囝的即个心吼，完全伫即个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中间，完全显明出来。所以咱搁要来读一段的圣经，咱要来看第2位不平凡的女性，咱要看第4节到第10节。若是会使，咱嘛做伙来共读这段经文来。伊的大姊远远徛地，爱知伊会拄着怎样。法老的查某囝来河里买洗浴，伊遐的女婢行游伫河边。伊看见芦苇的中间有箱，就请一个女婢拿来，掀开看见囡仔，看囡仔咧哭，伊就怜悯伊讲：
这是希伯来人的囡仔。伊的大姊甲法老的查某囝讲：我去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叫一个女母，甲你要即个囡仔好吗？哎哟，来，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你通去啊！查某囝就去叫囡仔的老母。这是第几节？第10节。来，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抱即个囡仔去，甲我摇伊，我要互你工钱。妇人人就抱囡仔去摇伊，囡仔渐渐大，妇人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做伊的囝。伊甲伊号名叫做摩西，讲：因为我对水里救伊出来。即个经文中间有记载第2位不平凡的女性，即个女性就是摩西的阿姊，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叫啥物名？米利暗。对，摩西自细汉一直到大汉，伊的阿姊拢伫参与伫伊整个的成长的即个过程中吼。对经文中咱来看，米利暗伊有几若个真好的特质。头一个，伊是一个真好的一个顾守者，是一个会照顾人的人。吼，咱看，当即个摩西老母，伊用真毋甘的心情，甲即个摩西落伫即个河边了后，伊的阿姊就诚做顾守伊的人。咱看即个经文内面，米利暗伊的目睭就一直咧看伊的小弟啊，通讲安那眼神是寸步不离的。吼，伊想要看讲，即个小弟最后会对即个河安尼飘、安尼流，会到啥物款的所在？抑阁有伊的小弟伫即个芦苇的中间，伫遐伫水面底安尼漂流的时阵，伊即个中间小弟敢会拄着啥物款的危险？即个姐姐用安尼的观察来表达伊对即个小弟的疼。即个姐姐用安尼目睭安尼看小弟，用安尼的方式来互伊家己的心嘛会当较安心。知影小弟的状况对伊来讲，伊的心嘛较放心。过来，米利暗即个姐姐，这个小姐姐，佫有啥物款的特质？伊是一个真扎实、真勇敢，会当受交托的一个姐姐。通常咱看即个十通岁这囡仔，可能讲伫即个真贤爽，吼真爱耍，可能无法度交代伊啥物款的代志的即款的年纪。总是即个时阵10通岁的米利暗，伊亲像是一个姐姐代替妈妈的职务。咱讲姐代母职，吼，即款，伊反应足紧嘞。伊咧注目咧看伊的小弟，最后会到底啥物款的所在？最后米利暗，伊看见伊的小弟，因摩西所使用即个想法，哇，竟然是互法老王的查某囝的女婢来发现。米利暗伊带着极大的勇气，伊来到法老的查某囝的面前。第三，米利暗佫有啥物真好的特质？米利暗头壳真巧，可能嘛有一寡生理的头脑。米利暗就甲埃及的即个公主就提议啊，我是毋是会当去即个希伯来人的即个妇人人的中间来找一个吼来做女母来车养即个婴仔？我是毋是会当安尼？咱看经文甲咱讲啥？埃及公主伊就安那？伊就同意即个米利暗的提议的，哦，伊同意伊即款的想法。毋若安尼，你会当去去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人来做即个女母，来摇即个囡仔以外，我会出钱，我愿意负担即个养饲的即个摇即个囡仔的即个责任，吼，所以负担即个薪水，要互即个女母。哇，即个时阵。即个米利暗，伊的心中啊，迄个石头总算下落来啊，总算会当放落来。伊欢欢喜喜倒转去伊的厝，哇，甲即个好消息甲伊的妈妈讲。
第三位不平凡的女性，就是法老王的查某囝，咱所讲的埃及公主。对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咱才发现讲，咱会当认捌即个埃及公主的线索，实在真有限。因为经文内面无写讲，即个当时即个法老王叫啥物王，伊的查某囝叫啥物名，所以咱嘛无法度知影讲，到底即个法老伊的查某囝是号做啥物名。虽然咱毋知影即个法老的查某囝，即个埃及公主号做啥物名，毋过即位埃及的公主，伊却互人有真好的一个印象。第一，伊是一个外邦、一个异教信仰的女性。当时的即个埃及，伊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家，因所敬拜的是太阳神，总是即个异教的信仰所带予伊的，并毋是亲像伊的老爸法老王同款，伫遐留迄个无辜人的血。埃及公主的行动，充分地表明伊超越迄种异教的思想，伊无顾惜伊家己有可能陷落伫迄种背叛君王的思想，迄款的罪名，伊有可能嘛会失去即个君王对伊的疼惜，伊无讲伊的失宠的即款的危险，伊着拯救即个囡仔的性命，互婴仔摩西通脱离死亡。过来，伊是一个非常有疼心的人。当伊去河边伫遐洗浴、伫遐洗身躯的时阵，无拍算，伊煞捡到一个囡仔。相信真做埃及公主的伊一定知影，当时的法老王已经有命令，就是爱互稀别的人的社会，只有剩查某囡仔，所有的查甫婴全部拢爱互伊死。总是当伊哇！一看到遮尔古锥、遮尔可爱的囡仔，箱仔一拍开，哇！这个囡仔咧啼哭，埃及公主的心就安那，就软啊，心内真毋甘。迄个算讲母性的迄种的情，母性的迄种的疼甲温柔，完全显明出来。过来。伊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是一个女英雄。假使迄个时阵，埃及公主伊无来到即个河边，伫遐来洗身躯，咱想看卖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真有可能，摩西一定会死。总是上帝的粒子真奇妙，上帝使用外邦君王的查某囝来拯救伊的奴仆。互摩西40天伫风宫内面平安成长，佮通受到即个埃及咱讲皇室的栽培。上帝计划足奥妙的，伫上危险的所在就是安那，就是上安全的所在。通过即个埃及公主的手，毋但拯救摩西伊一个人的性命，嘛栽培出以色列未来一个真伟大的一个领袖。所听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吼，咱家己真卑微啦，真有限啦。哎呦，我真憨慢呢。我嘛感觉讲我袂晓做这，我嘛袂晓。哎呦，上帝，我无才调通做你的工啦。伫教会内面的服侍，对我来讲，我足困难啦，我无法度啦。我老啊啦，我退休安尼，你敢知影我今年偌济岁啊？有当时啊，咱会面对教会的服侍，咱会面对伫聚会顶面、伫小组的中间，咱通有真侪会当拒绝参与的这理由。所以现在有一句话是安尼讲：你毋免真熬，才来开始，着爱安那？就要开始，你着安怎？你才会愈来愈高啊，敢毋是？阿免吗？你毋免真高较开始，我嘛袂晓啊。你敢知影我是外省人？
你感觉我讲台语有标准无？哎呦，我看呢！你敢知影我学台语的过程是用迄种换声腔咧学台语的？踮是去互人笑，你讲毋对啊？兄姐，所有的代志拢真困难，总是咱会当学习。会记得我嫁互牧师的时阵，牧师搁咧读神学院。有一摆我开车对台南神学院要开转去台东，要转去我的后头厝，我着开车。牧师真关心，下课了敲电话。安妮，你到哪里了？我我搭出山呢。哈，你搭出山？你出什么山？我出大武山啊！迄袂当安尼讲啦。我讲啊，无要安怎讲？你讲我搭离开山区啊？啊，我哪会知影袂当讲出山啦？我着明明就是出山，敢毋是？真兄弟，所有的代志拢是慢慢学习的。你毋免真熬较开始。毋过，当你开始的时阵，你就会愈来愈高。伫经文中间，咱看见真普通的三位的女性，确实这三位真普通的女性，当因互上帝所使用的时阵，就真做不平凡的女性。这三位不平凡的女性，伫摩西成长的过程中间，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假使讲，若失去其中一个，不管讲是失去摩西亲生的妈妈约基别，也是失去伊的姐姐米利安，或者是讲失去伊的养母埃及公主，若是欠缺一个，上帝的工就有可能会安那会改变啊！上帝的帮，这个工有可能嘛会受到调整。咱看，当上帝要使用、要竞选伊的罗卜的时阵，上帝就开始伫伊的生命中来备办一寡真要紧的人，来帮助伊，来支持伊。为着要互摩西成做一个牧者，带领这个以色列几若百万的人来出来去，上帝通过摩西的老母来甲伊生落来。上帝使用摩西的姐姐。10通回囡仔会晓做啥？得食饱佚佗耍嘛，啊，无就是母东母西嘛，互爸母伫遐咧洗念嘛，对无？敢毋是？咱看拄则影片讲啥？妈妈好凶，好烦，每次都在问你吃饱了没有，作业写了没有。拢是讲啥？想讲的10通回囡仔会当做啥？上帝使用摩西的姐姐，真做一个固守。保护摩西，以及甲摩西做伙成长的这个亲人，毋若安尼。日后，当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来出埃及的时阵，伊的姐姐搁伫个身躯边，真做真好的同伴，真做真好的同工。上帝最后搁使用外邦的女性。这是咱安怎想拢想袂到的，就是这个法老王的查某囝来帮助摩西，来互伊顺利伫这个方向内面来大汉，而且佫会当伫学问的顶面学习侪埃及的文化甲知识，以及所有的技巧。上帝奇妙的手，过去参与伫这个摩西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同款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参与伫你，参与伫我的生命中间。上帝互咱有父母，互咱有士大人来请用咱，互咱有兄弟姊妹陪伴咱做伙来成长，会当三甲来扶持。互咱大汉了后，咱通成做一个会当付出心力，会当对人、对社会、对教会有贡献的人。伫母亲节的早起，愿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搁一摆来对你、对我的心来讲话。上帝要使用真普通的咱，上帝毋是讲听候你足牛啊，上帝较要用你，无，毋是。上帝当要互使用一款人看做无可能要使用的人。上帝用真普通的咱，要来成做一个不平凡的器具。当上帝在呼召、在感动咱的时阵，毋望咱通欢喜来顺服，
愿意来接受，来成做上帝的器具，来互上帝大大使用咱。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要对身体来献上深深的感谢。在阮的生命中，你赏赐阮逐人，拢有一位伟大的妈妈来生阮、养育阮。不管阮的年纪是大是小，你的疼永远踮伫阮。上帝，你的疼若踮伫阮，也踮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感谢你，学了你无煞。今早起，阮感谢你，互阮领受你活命的话，互阮搁一摆来反省、来思考，阮着怎样来做，通成做上帝手中迄个不平凡的器具。主啊，愿你来护照阮，愿圣神来帮助阮，来扶持阮、使用阮，通过阮有限的生命甲服侍，来成全爸上帝美好的计划甲好旨意。阮也特别将阮的母亲，或者是阮的婚姻人，来交托伫上帝你恩典的手中。愿上帝纪念因过去伫家庭或者伫事业顶面的帮赞甲调和。上帝愿你祝福因未来每一天，拢享受着上帝对天所拼落来迄满满的福气甲祝福。愿搁一遍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甲你隔壁的女性讲，你是不平凡的女性。遐这不平凡的意义是啥物呢？伫今日圣经就是伫上帝拯救书内底，伫上帝拯救书内底。不管是约基别，还是米利亚，还是埃及法老的查某囝，伊拢会当扮演上帝爱伊扮演的角色。因为咱每一个人若伫上帝伊对咱的计划中间，会当扮演伊爱咱扮演的角色，你就是不平凡的女性咱今日特别要来感谢妈妈，因做妈妈，上帝扮演这个角色的辛苦所付出的条磨教会有一个礼物要来送互因，来请咱的妈妈已经结婚了的姊妹拢徛起来好无？咱请咱的中集会当来送一个红包一个礼券小可的礼，但是表达上帝对恁的祝福。咱来常常感谢妈妈，常常永远会当为着妈妈来祈祷。妈妈为个少年已经无较老，即马为个身躯也无好为个有破病、有艰苦有伤心为人还佫真无闲，咱着爱常常为着妈妈来祈祷。咱小等来念回应资料咱也特别来为着所有的妈妈来祈祷来祝福，求上帝赐福咱的妈妈，得到伊丰富的疼甲恩典，有属灵的气力，有生命活力，互因有气力，真做祝福伫家庭，伫更较济细囝。好，咱来念回应诗546首，请咱起立来念回应诗。我在你先公义，是你为我安排，所以
万物互相敬拜。阿有地被感化我心，地条情人的情，快乐的人，他命快乐，有我可以暖。我心事是给天气，安慰阿拉无天。我将世间安慰我他们相近，有你在我的路上。星星点点我心，祝我将比你的心最里最远转移，你没有你的在我，把你都回家。让我一心求你安稳，久久那你当家，把你感我最美，永远的美生命。我决定让你美情。啊，这咱永远徛伫咱的祈祷，请咱为着妈妈祈祷。无论你的妈妈是少年是年老，因是无闲，还是即马已经休困，甚至因伫安养的中间，有时人伫病痛的中间，伫艰苦的中间，咱替因祈祷。咱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互因会当真正做不平凡的女性。来扮演上帝爱因扮演的角色，会当成做囝儿，成做家庭，成做上帝国的祝福。这个时阵，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咱出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阿罗你，你听阮，你嘛施了你的救恩给阮。主啊，你给阮伫地面上的生活，知影阮需要家庭，你有手术阮有。家庭，主啊，阮知影细囝拢需要老母的照顾。主啊，你手术阮妈妈来疼惜阮，来养育阮，来培养阮，付出一切的青春，付出因生命的代价。主啊，帮助囝儿长大。主啊，阮今日真多人的囝儿，阮一直爱孝念老母为着阮的付出。感谢伊对阮的疼，无论妈妈伫的还是无伫的，还是阮真做妈妈，阮拢为着上帝手术予阮这个名分。妈妈，这是上帝所手术予阮的，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名分，予阮欢喜来担当，欢喜来扮演，予阮来做好这个角色。主啊，亲像约基别，亲像米利亚，亲像法老的查某囝。主啊，阮感谢你，赐予阮所有的妈妈。互因会当成做一个真正上帝所使用，祝福囝儿、祝福家庭的妈妈。主啊，你也互因会当成做蒙福的妈妈，得到上帝疼痛、恩典充满的妈妈。主啊，互囝儿因也会当来友好老母，互老母欢喜。主啊，求你赐福阮徛起伫这个世代。主啊，人迄个好心哪来淡薄？主啊，求你搁一遍透过这个无亲切，唤起囝儿对
四大人的友好，特别感谢妈妈对因的疼，对因所有一切的付出。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今日透过你的话，也阮看见主啊，伫真救赎中间，主啊，这上帝所拣选使用的女性，主啊，阮每一个拢姊妹拢是，求你互因会当诚做有智慧、有勇敢、有疼心有怜悯的心肠，搁有够硬的耐性，会当来照顾、来幼稚、来陪伴所有的这细囝，互因拢会当伫妈妈的疼中间来长大，诚做上帝所重用的器具，伫一生的年日来应神应人。主，阮感谢你，互阮领受你的话，也阮会当摆列祈祷伫你面前。愿你感恩，愿你祝福，祝福所有的妈妈，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阮徛起伫台湾所有的妈妈，拢会当得到囝儿的友好。阮这个社会一个充满友好的社会，蒙福的社会，蒙福的国家。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请坐，请继续来受奉献。咱感谢上帝对咱的疼，想述妈妈，咱伫母亲节，咱另外献上感恩，咱有一个感恩奉献地，咱会当使用，愿上帝赐福咱。兄弟姊妹，咱伫这个母亲节，咱就是感谢母亲。感谢上帝的事，咱伫母亲节，咱互妈妈的礼物减在无少啥。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妈妈母亲节快乐。我送互你母亲节的礼物，就是会当互你洗头毛。妈妈有时住伫病院足久无洗头毛足艰苦的，叫人来甲你洗一头毛的。叫人洗头毛迄着搁劳师动众你知影搁真侪功夫但是，互伊得到快乐，求上帝，互咱会当真正透过咱，互老母快乐。咱起立来吟奉献诗。天顶阿爸爸上帝，阮是满心感谢你。主啊，阮要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搁要对至源的感谢，至源的声，阮的愿，愿阮的奉献会当诚侪芳芳的祭，得到上帝甘纳。上帝要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予上帝正囝儿，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咱来吟上言。这好切去。咱请牧师，当恁通平安去，愿恁会当伫上帝拯救世间的过程中间，诚做伊所使用的器具。特别所有的妈妈，拢会当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妈妈，祝福伫囝儿，祝福伫家庭，
祝福伫教会，祝福伫徛起的所在，互即个所在伫地呢，若像伫天呢。祝福所有妈妈得到上帝丰富的听甲恩典，充满属灵的气力，有生命活力，佫会当成做上帝要束缚伫即个世代的器具。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田乐闭会。